乡亲啊，各湿各冷的寒天来了，尤其是北台湾，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北部、东北部是寒个落雨。明仔载有一波的东北风会来，北台湾是继续来湿冷。这个气温会落降到15度，到后礼拜一拢是这款的天气。中南部天气稳定，高温有到29度。另外，这个玉山水气无够，落雪几率无悬。 穿雨满骑奥多摆真辛苦，不过这款日子也未结束，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北台湾的民众这礼拜同款出门拢爱摇雨伞、穿雨满。气象局针对宜兰县发布豪雨特报，台北新北市基隆市是大雨特报。白山又有一波东北风落南，湿冷的天气会到后礼拜一。 星期三到星期五这一段时间，各地的温度形态类似，就低温部分，中部以北和东北部地区低温会比这几天再低一些些。目前预估是15、16度左右。也要提醒大家多多注意保暖。北部、东北部、东部的朋友，整天天气是偏湿冷的。全台湾透早的温度拢偏低，今年平地上届低温度伫南投的中寮14度8。 云林高溪是15度，因未来一礼拜拢是北台湾高雨偏冷，南部好天稳定。北部气温是15度，中南部气温是17度，高温有可能到29度，温差有差10度以上。东部早暗嘛偏冷，气温干那16度，那呢玉山敢有可能落雪？3000公尺山区是否会下雪？其实气象局是一直在从预测资料上去推测，那目前看起来水汽含量还没有那么多。 气象局表示讲，目前水汽还无够，所以讲若想要看到玉山落雪，恐惊还阁等一段时间。